Pokemon 迷留意啦，首個 Pokemon 上次戶外主題樂園 Pokepark Kanto 上個月已經隆重開幕。園區位於東京近郊，佔地超過2.6公頃，完美還原經典關東地區嘅自然生態同埋城鎮生活，等一班 fans 可以親身走進 Pokemon 世界，展開一場難忘嘅冒險之旅。即刻帶大家睇睇先。一入到樂園嘅入口廣場，就已經見到皮卡丘、伊布、奇異種子、小火龍同埋車里龜喺度歡迎大家啦。跟住就會見到一個超巨型嘅精靈球，隔籬就係石湖博士研究所啦。入到去，工作人員會每人派一本由博士親手寫嘅研究筆記，入邊有超得意嘅小精靈手繪圖，真係好值得收藏噶。參觀完研究所，順住行就會入到 Pokemon 森林。呢度係小精靈嘅棲息地，一共分咗10個區域，好似有皮卡丘與伊布的森林、地鼠棧道同埋花園等等。入邊有超過600種小精靈，隻隻嘅動作同埋表情都唔同噶。有啲仲會匿埋喺山洞、樹上或者泥土入邊，大家對眼真係要夠利先揾到啊！因為現場嘅環境同埋大自然完美融合，要行啲小山坡啊同埋小徑，所以大家記得要着翻對舒服嘅鞋，同埋注意安全啊！行出森林就會嚟到草沙鎮，入口一望就見到地標西施海洋噴水池，有6隻水系小精靈圍住西施海洋噴水。去到特定時段，西施海洋就會噴出煙霧，成個噴水池即刻變得超夢幻啊！噴水池正前方就係寶可夢中心。入去之前，工作人員會俾一盤精靈球你打卡，影完相入到去，護士小姐就會幫你檢查小精靈嘅狀況，幫佢哋恢復體力，超有 feel 啊！行到攰可以去友好商店嘆翻杯主題特飲，除咗樽裝嘢飲，絕對唔可以錯過以小火龍、奇異種子同埋車里龜做主題嘅特製飲品，造型夠晒得意，打卡一流又解渴。大家可以坐喺戶外用餐區，有成班小精靈陪住你嘆美食。草沙鎮每日仲有寶可夢訓練家市集，大家可以喺度買周邊精品同埋嘢食。小編強烈推介呢一度嘅熱咖啡，有唔同嘅伊布造型拉花任你揀，絕對打卡必備啊！另外仲有皮卡丘飯團、8包三文治同埋各種濃湯。小編呢就私心推介卡比獸爆谷，有 BBQ 味同埋焦糖牛奶味，最緊要係有個卡比獸造型嘅爆谷桶，見到一定忍唔住買啊！喺鎮入邊，大家記得夾實周圍環境，連屋頂都唔可以放過啊！因為隨時會發現有唔同嘅小精靈匿埋咗，甚至會見到佢哋對戰嘅場面添啊！講到玩呢，草沙鎮入邊有2大機動遊戲，皮卡大派對係由30隻以上嘅電系小精靈負責運轉，大家可以坐喺皮卡丘上面玩。至於布伊步步遊就係一個由唔同屬性嘅伊布組成嘅旋轉木馬，超得意啊！去到親寶可夢小屋，每日就有唔同嘅 Pokemon 現身同大家互動。當日迎接小編就係親和力爆燈嘅傻鴨，現場有工作人員教你擺 pose 影相，就算語言不通，工作人員同埋傻鴨都會好努力用身體語言同你溝通，完全唔使擔心。樂園仲有重頭戲㗎，皮卡丘同埋伊布會喺草沙鎮舉行皮卡布抱抱嘉年華巡遊表演，由道館一路跳到去噴水池。望住佢哋咁努力跳舞，小編都忍唔住露出姨母笑啊！佢哋仲會好識做咁樣對大家嘅鏡頭揮手。巡遊會喺每日下晝1點20分同埋3點55分舉行，強烈建議大家預約去睇。另外，小編仲好推介大家去草沙道館睇皮卡電光閃表演，喺超正嘅星光效果之下，皮卡丘同埋 Dancer 會帶嚟超精彩嘅演出，全程同觀眾狂互動，仲有唔同嘅驚喜位。呢一度賣個關子，就等大家自己去發掘啦。表演每日有4場，出發之前記得 check 實官方最新嘅時間表啊！玩完咁多設施，走之前一定要去寶可夢發燒友商店掃貨，入邊集齊多款獨家周邊，無論係吊飾、公仔、零食、裝飾品都應有盡有。至於入場票價同埋詳細資訊，大家可以 cap 低畫面呢一張圖慢慢睇。雖然網上有啲人覺得樂園嘅機動遊戲少，好似有啲悶，如果你真心係 fans，單行入呢一個俾一班小精靈包圍嘅世界，沉浸式嘅體驗已經值回票價㗎喇，夠晒開心啦！